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林雅珊，欢迎收看4月2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一在金城泡澡，日前被起诉，以防止积水的理由用山浆填补，接受议员洪玉凤指责迫害古迹。事后有文化局官员伫家己的脸书，针对这件代志批评民意代表甲媒体，引起议员洪玉凤的不满，甚至决定提告。最近，议员洪玉凤伫定期大会上不满文化局以皇帝天高的名义，将国家级古迹以在金城泡澡上边死的坑用水泥填平，指责文化局迫害古迹。对此，文化局长表示，是清洁员惊积水，才用山浆填补，日前已经要求恢复。不过，事后文化局官员却伫家己的脸书顶面公开批评民意代表甲媒体，让议员洪玉凤相当不满，而且决定提告。当那个工人从那个场地安尼看到我的针纸闭起来，到尾啊安尼一闪出来，有互阮后边媒体有看到。这不是我给你合作的，那你的官员为什么敢在公开的脸书上面批判媒体、批判揭露这样子一个事实的民意代表？都是因为有你这种头壳无正确的中国改听，伊捌古就用叫出来单挑。你们主管台南市古迹的主管单位的官员是这种头脑，是这种思维。我们把台南市这些祖先留给我们的古迹交到你们的手上，我们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我来比做一个什么款的都市？那是文化高都呢，文化立都呢。结果不但是你的官员是这么迂腐，包括你局长，你搁点家喊我小姐，搁点家喊我变，唔免啦。我不会跟议员辩啦，我不会跟议员辩，议员有监督的职责。这个我们都非常的尊重。好，那局长如果是这样子，议员说明，我本来不想提告，我现在就要提告了。另外，位伫运河段的台南旧墟市场，配合中国城运河新转区段征收，被要求搬迁。议员洪玉凤烦恼激动，律师建议伫面临产权变更的时阵，恐惊有被拆除的风险。希望这档见证运河运输的建议，会当被好好保存。但新闻站山林跟采访报道。规年的敦煌圣庙也是空祖庙，早期由民间自行兴建，受到2月6号地震的影响，损害相当严重。不过因为属于私人产权，无法度得到国家的补助，因此议员郭国文建议将该庙申请为文化资产，好好进行修复保存。2月6号地震造成规年的敦煌圣庙损失严重，经过会勘建立文字新查定书，不过因为无被列入历史建筑，所以目前正在进行空间审议，以及甲地主协调取得同意书当中。对此，议员郭国文建议，是不是会当为文化资产的角度来进行保存？换一个角度来做思考，我们来做讨论一下。我们不要从有形文化资产的角度，我们从文化资产的角度。敦元圣庙角度有没有可能用这个角度来做切入？为什么？我举一个例子，它跟我刚刚本席所讲的哈，我们讲是贵姓哦，还是单姓哦，都有类似的方式。第一个，它历史悠久；第二个，它也有祭典的模式，它是大信封地区轮流主祭嘛，对不对？服务员也算广阔嘛，对不对？第二点也符合嘛。第三个，归仁的这个孔庙基本上它还是有宗亲孔教育跟宗教的不同意义的存在嘛？如果从一个无形的文化资产切入，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如果当有形的文化资产没有办法认定的时候，这是不是一个管道？局长就教。跟议员报告哈，当然议员提出来这一个方案，过去没有这样子特别的一个案例，但是不代表就不能够去研议嘛哈。那我们现在就是委员一并去现勘，那也把议员提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意见，我们纳进去做一并的讨论。
另外5月8日是8天如一的纪念日，到时台湾甲日本的贵宾拢会到园区参加活动。不过，议员郭国文最近发现园区内建筑物已经出现壁损，防空盒也有积水，因为环境有需要再精修的必要。它这个地方还是被你们列为历史建筑嘛所以主管机关还是你们嘛。是。我想基本上虽然一般水利会在处理，那后个月5月初8点纪念日就要到啊。我想就这台日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的好，我们到处对外宣传说八田雨衣的重要性，对台南的这贡献这么大。你想一想，如果外宾来的时候看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会被人家联想到我们有重视的感觉吗，局长？我了解议员的意思了哈。那我想就我们主管机关应该去督导监督所有权人去做相关的一些维修维护。对此，文化局回应，虽然该园区属于水利会的资产，不过身为主管机关，应该做好监督的角色，会后会请文资处进行处理。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议员董品湖以日本当地知名的大型文化活动作为参考目标，认为台南既然是一个文化古都，那安尼就应该结合在地特色，规划较国际性、有代表性的活动，来鼓励民众主动参与。议员董品湖以后壁士安社区作为参考对象，强调该社区以客卖有机美成功打响名声，建议文化局重视社区营造，做全面性的产品调查。另外，议员阁指出，虽然文化局每一档拢办理真侪文化相关活动，但却无真正代表台南，也则是互大家记忆真深的。希望伫这部分会当再做思考规划，同时也希望文化局多多重视传统技艺的传承。伊是做者咱传统技师而且工艺有的无法传承，不是没人想要学，而是学了不一定有市场可以谋生，这是上盖重要。而是甚至技师领完表彰状之后去世了，所以这项的技艺就快式微了，沦为变成数字的迷失跟消耗预算。无形的文化资产的推广，不是干负责登记尔，一定要推广。对此，文化局长回应，社区总体营造是市府不断努力的目标。而文化活动的举办，未来将思考办理国际性代表台南的节庆活动。另外，在传统技艺的部分，除了甲高中级合作进行传习的课程，也会利用影像、文字的方式记录落来。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为了迎接5月1日的劳动节，市府劳工局特别找来台南20间的厂商，以及嘉义、高雄各地的店家推出真侪优惠活动。而且拜5甲拜6，在南门劳工娱乐中心也有电影欣赏的活动，要给所有劳工朋友感受幸福的5月天。动列车，请启动，掌声鼓励。今年的5月劳动节，市府为了让劳工朋友会当度过一个快乐的假期，特别邀请20间厂商推出各种的优惠，有旅游、美食、住宿、电影等等，让劳工朋友无论是要出去佚佗，也是规家伙享用美食来疏解工作的压力，拢会当。市长也颁发感谢状，予20间厂商，并且表示，只要会当让劳工过了幸福，这个城市就成功一半。5月份是温馨伟大的月份，原因是因为母亲节在5月但是在台南呢，伟大的5月，这个温馨也是给予劳工不仅仅是因为有母亲。那我们刚刚看到我们办的活动的内容就知道，在台南市5·1劳动节的前夕，劳工局除了办劳工的庆祝活动、颁奖模范劳工、表彰他们对城市的贡献以外，也结合台南市我们刚刚各大饭店，还有这个休闲中心然后降价还有这个好吃的各种餐厅
以及这个美食都可以降价，这是对劳工提供了另一层服务了这个生活幸福那我想这个城市就已经成功了一半。另外，伫每一个礼拜五也有礼拜六，拢会伫南门乐港娱乐中心举办乐港电影戏行，以及4月30号的卡拉 OK 比赛，5月28号的就业博览会，搭配5月规个月乐港休闲旅游优惠，互乐港朋友伫5月会当好好放轻松。电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今年已经迈入第10届的爱乡护水行动，是由大港河川守护社区所发起，以爱故乡、爱河川为主要的诉求，同时教导后一代安怎正确认识河川生态。由海淀国小校长带领齐参与这届活动的小朋友，沿着河边脚踏车道，骑到记者会现场，为着要营造河川变作在地上介好的环境教育场所。社区大学结合学校以及市府，共同进行这届5月1号爱故乡护水的活动。骑脚踏车沿着嘉南大圳到乌山头水库，互更侪大朋友小朋友了解到河川之水。已经参加这次的副市长曾旭正，也感觉这样有教育意义的活动，一定要继续坚持办落去。今年是第11年了哈。然后我是应该是跟茂整合作了，大概应该有超7、8年吧。大概他们开始之后的第3、4年，那时候就说也开始要推动这个就是争取乌山头水库纳入世界遗产的这个行动。正好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整个这条路径就是沿着这个嘉南大郡的这个郡道一直连到乌山头水库去。所以我们初期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骑过去的时候还说能不能从这边舀个水到那边去，再把它倒到源头，让它流回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行动，而且持续了这么多年。这条路来回大约70公里的路程，沿路也会让小朋友了解嘉南的开垦过程以及水岸的生态文化。台电新闻网就采访报道。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汽车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了因康的知名意式餐厅，在2天前邀请日本米其林总铺师来台交流度假。今年再度邀请意大利米其林的料理师傅来到台南，跟大家分享美食。谢谢各位。这位是连续7档得到米其林1星，也是西西里当地唯一的米其林女主厨海翠西亚·班尼迪托。这届受到餐厅邀请。特别来到台南，要将家乡西西里的菜色分享给大家来认识。Represent the Sicilian taste and flower and colors, and I think Taiwanese people can understand which is the spirit of Sicilian food. 为了呈现当地西西里的美味，餐厅更加下了重本，所有重要的原物料拢为国外进口。就是希望会当互大家吃到原汁原味的西西里的滋味。这是为地球北边这个接近挪威那边所获取的原血，是真原血，而且肉非常甜。用尽了脑汁，绞尽脑汁，找了很多家进口商，才把它这个杏仁豆，这个在一般上你们各位
在那个市场上看不到的这种杏仁豆，各位在市场上看到杏仁豆都是咖啡色的，然后尖尖的，这个不是哦。而且这个西西里岛的生产的这个杏仁，它是非常的有名，全地球上最香的就是这个最香的杏仁片，就是这个东西。除了美味的料理，餐厅也结合意大利费雷诺西酒庄进口了真侪优质的红白酒，后来这用餐的人客会当搭配选择。台联新闻张伟忠彩虹报道。近年来，公共空间艺术化议题愈来愈受到重视，在地知名百货业者配合保清济董期，也则当年伫国外艺术家庄静雯女士伫商场入口空间设置侪的雕塑品，欢迎民众莅临欣赏。以金属的材料铜来进行优美的刻画，呈现出女性艺术家特有的线条。这寡拢是当年伫咧国外研究铜雕艺术的艺术家庄静雯女士以尽心创作的艺术品。每一件作品背后拢记录着庄静雯女士过往的心情甲生活的故事。我在美国的时候学习的时候，我第一个展览不是第一个展览，我做了一个展览叫做蜕变系列，采用很多有机的元素，像种子或是蝴蝶的翅膀蛹，做了一系列叫做蜕变系列。那当这些种子被吹回来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之后，我做了因为风的缘故，因为很多朋友都说我像风一样被吹回来，然后风吹到哪我人就在哪，所以我希望呈现是比较有风有力道的线条，可是又很随性又很柔美。那这样子讲的概念，其实我刚回来的时候，我对这片土地是有很多的迷惘未知，然后也对这个土地有眷恋有情感。可是在刚回来的适应的阶段就有很多不同的想法跟体验，所以那时候就把那些的想法都成型成作品这样。这件会当登色的作品不但特殊，而且以向前跳舞的动作也有正面积极的意涵。这件作品它是叫做逆境之风。我这件作品其实会做旋转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强调说，雕塑作品是360度可以看的你可以近距离观赏，然后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它，所以还有它的姿态，它单脚站立，所以它很适合旋转啦。种式大型铜雕创作是一件相当辛苦的工作，对女性艺术家来讲，更加是非常吃力。这也显示出这款作品的特殊以及珍贵美丽的价值。台联新闻网采访报道。台南以各种的古迹、老厝、巷弄，吸引真侪观光客来到这个城市。台南的百货业者特别结合台南在地的文创工作室，推出3个地点的声音明信片，要让观光客用无同的角度认识台南。各种台南各地声音，拢是台南在地文创工作室木木文创去收集来。因希望透过声音，让大家会当去了解到这个城市无同款的一面。这届也甲台南的百货业者合作，推出听见西小调、甲看见声光调2个展览，打造声音的地景，要让所有民众会当详细来聆听台南的声音。我们这次的展是跟星光三月跟木木文创合作的，叫做西小调。那这一个西小调的意思，其实它就是跟一个调性的音调有关系。那我们锁定的是在小西门这一个古老的城墙的遗迹。那我们这次用声音地景的概念融入一个展览，并且有加入了一个可以让民众互动游戏的一个玩法，然后透过声音卡片的收集，可以获得我们的跟台南在地的店家1982 Live House 合作的气泡水饮料。那这个气泡水饮料它特别的也是在瓶身上面会有一些声音地景的图腾以及声音下载的 QR code， 那就串联了在地的文化以及饮食以及我们对于声音地景的概念融入在这
这次的展览之中。民众可会当透过卡片 QR code 听到无同款的声音地景，找到对的地景，包含小西门城门、台南刑务所、甲战机飞掠。完成所有任务了后，得当免费得到电机限量声音气泡水瓶。有兴趣的民众会当伫5月29号进前，前往去体验声音当中的台南。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每一摆母亲节，真侪百货业者拢会推出优惠来抢占商机。对此，有百货公司是推出全馆满5000送500优惠。互大家伫选买礼物的时阵，也会当省钱摕高礼。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就要来到，你敢有想到要送什么物件来慰劳妈妈呢？百货公司就推出真侪妈妈爱用的产品，比如空气滤清器、进口锅具，也有上介受到欢迎的美妆保养品，就是希望会当互辛苦的妈妈一个好礼。不管是来购买妈妈们最爱的化妆品呢，还是目前最夯的一个空气清新机，关于空气品质的部分。那另外还有购买所谓的按摩椅，我想在这个档期里面来，不管购买任何商品都是非常划算的所以另外我们在档期里面也有推出了多款的一个 Happy Go 卡的一个来店礼在每周2到每周5的部分，我想这部分的话就是能够多回馈给我们消费者希望消费者能在这段时间里面到我们台南大圆百来参观选购。除了母亲节好礼以外，百货公司也推出全馆满5000送500优惠，配合指定信用卡消费，佫会加赠野外商品券。也袂想到要买什么送给妈妈的朋友，会当参考看卖。电视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为了减轻民众报税负担，提供更加方便的网络报税管道，为今年开始，南区国税局新增加利用健保卡甲注册完成的号码，伫厝内买当轻松报税，除了方便，可以当优先退税以及享有抽奖的好康。这把空气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将对5月1号开始。南区国税局表示，除了同款维持税额汽税服务，并且新增加健保卡的网络服务注册，也是准备好健保卡加上密码。伫5月31号的申报期间，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的网站取得缴税系统。赶快地出来得当轻松报税，所以它可以利用健保卡，但是呢，健保卡必须要先到健保署去注册。那健保署注册它一样有2种方式，你可以临柜到健保署去做注册，或者是透过网络去做注册。当注册之后，它会给你一个密码，然后呢，未来在我们5月1号开始，你就可以透过用健保卡加注册的密码来作为网络申报的那个媒介、那个载具的依据，就可以做网络申报。所以今年这是一个更为特别、更为便民的一个措施哈。那这个跟去年或者是以往有一些不同。另外，南区国税局嘛表示，今年除了加增加便民服务以外，政府为了减轻民众缴税负担，也调悬标准扣除额、薪水所得以及身心障碍等特别扣除额。以上新的家庭一档收入150万，请养2名未成年子儿为例，预估今年会当节省7440块。台南新闻管制郭国义采访报道。一位老大人因为暗时困袂去，到病院想要摕安眠药来改善，经过询问，才知影伊伫几个月前开始常常出现紧张、头壳晕，阁有无爱出门的情形。伫经过医生检查，才发现是老人忧郁症所引起的失眠，带大家做伙来了解。老大人随着年岁渐渐变大，失眠的状况也可能愈来愈严重。除了心理压力以外，参像失智症、忧郁症等精神疾病，或者是心脏病、西药脂、尿后腺肥大等等身体的毛病，拢有可能会影响困眠。因为老年失眠是非常常见的问题啦，然后大概有7-8成以上都会问起来都会有内科问题这样子，所以我们基本上会分成身体疾病、精神疾病，还有心理方面的因素3方面来做讨论这样子。然后内科疾病的话，我们就是会在出诊的时候做检查，然后转介给适当的内科医师
然后精神疾病的话，我们就自己会诊断，而且在我们出诊当中会探讨说他是不是最近有特别的心理压力来源 ，OK， 然后还有那个有关他的睡眠的认知，是不是有特别在意今天一直睡不着，几点一定要睡着，一直看手表，一直看时钟这种状况，这些我们都会去处理，所以3方面都把它治疗好，才能够把这个失眠真正背后的原因找到，然后把它治疗。医师指出，一旦老大人对平常时就介意做的代志，突然间变了无兴趣，就有可能是三性忧郁症，对着老大人的困眠就会带来影响。但新闻家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多云底渐雨的天气，温度23度到30度，落雨几率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4月27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雅珊，咱再会。